觉得下一个目标会是侯友宜？没有，他说，不是啊，当时他们在问我说什么？如果这个万一罢韩成功的话，民进党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我当然不会说自己，还得跟他说啊，现在民调最高是侯友宜，没有，要开玩笑的话的。那我拉侯友宜来？啊，有这个至少多一个挡在前面的。将水先出网，正式点击1点，风调雨顺。再点，国泰民安。大盘案，这个我都有准备答案了。这个投票前10天就不可以谈论这个投票的事，以免被罚50万呢，所以我一定不会讲的。市长为什么觉得下一个目标会是侯友宜？没有，他说，不是啊，当时他们在问我说什么？如果这个万一罢韩成功的话，民进党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我当然不会说自己，还得跟他说啊，现在民调最高是侯友宜，没有，要开玩笑的话的。那我拉侯友宜来？啊，有这个至少多一个挡在前面的。那认真的也是挡子弹的嘛。那认真的觉得自己也是下一个民进党目标呢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我一定要把侯友宜推到前面的嘛。那真的不担心自己会被盯上吗？啊，不担心自己被盯上？已经盯很久了，又不是现在才盯哦，习惯了是吧？像你说台北讨厌你的人有1/4，你说台北讨厌你的人有1/4，所以如果罢免你的话，历次民调我们其实是大数据分析就知道嘛，在台北市你对，就是说我们也蛮有趣的，台北市大概有20% 的，所以有坚强的柯文，也有坚强的柯黑嘛，坚强的柯黑大概有20到25%，所以如果罢免你会过吗？也是很接近的，蛮可怕的。会不会觉得这种罢免制度蛮不合理？因为只要生计市民反对的话，其实就要下台。那如果以后变成一种恶性循环，选举之后不满意把你罢下来，这种在2极对立的状态下，目前的选举制，目前的选罢法，如果遇到极端2极对立，会造成结构的不稳定，这的确是个问题的。不过我想，大概事情过后以后，大家还要再检讨一遍。那市长会不会担心之后各地会有报复性的罢免案？所以说，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啊，有时候常常是没有发生之前，大家都不晓得嘛，所以常常是发生以后才知道说，这个制度的哪个地方要再改一下。大巨蛋是8月就要复工啊，大巨蛋8月就要复工，是不是？那也要等到你建造你那个建造还是要通过啊，所以还是我倒觉得是这样的，照程序走，大家心平气和哈，公开透明。我不会刁难你，那你就照程序走完，你要是全部程序可以走完，那就让你复工啊。可是他已经说3年之后就要开幕了，是不是要等你卸任，就争议比较小？不是啊，这个不是开幕，它还是一样嘛，你就是要。我倒觉得这样，大巨蛋对我来讲，我现在的态度就是，我不会刁难，但是也不可能放水，那就照规矩来，那一切就好办了。